台南将伫2024年庆祝城市400周年，除了负责的文化局以外，议员创全商务伫总集村买以台南的水利设施，建议会当伫会展中心举办国际研讨会为例，要求各局处伫2个题顶面拢来思考如何配合。其中，民政局长的回应会当锁定宫庙等宗教信仰中心来宣传优质文化。建成400年。有什么样的概念？所以说，除了文化局以外，等一下我还是会问他，就说其他局势，您告我较好的这个 idea 啊，比如说，还是天下第一大局，咱民政局局长，你刚会当给我回答者。一阵原住民的时代，那个闽客过来，民政时期，还有那个清朝，还有本时代跟告建优质公庙的这个文化一个严格这个都是我们民政局对于建成400年所提供的，还有说有关于说那个风俗习惯的严格这个部分，还有说行政区域的这个划分的这个习俗的问题这是拢一个重点。面对台南建成400年，如何结合产官学各单位来规划多元纪念性活动？其中吴伟铁表示，除了2档后全运会体育盛事拍头阵，卖规划2024年的台湾灯会伫台南。希望这个400档的这个发展大家拢甲同起来这是不是只有我们整个执政团队的事这是规个大台南咱台南市民每一个人的事不是一个单局处的事情，甚至不是一个单一台南市政府的事情，是一个全台的市民大家的共同的大事。对，所以建成400年有分几个，您刚刚提到的像民政局也提到说，香科年3年科啊，到3年后也是碰到香科年，我们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文化的一个呈现展现。对。另外一个说像2年后的这个全国运动会，那也是接近400年，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序幕。对，就可以谈接下来的台湾灯会，我们也会争取这个在台南。如果文化局规划到时买举办台湾博览会，以台南为主场地，并且以世界遗产的规格进行热燃者城的考古，做回来庆祝台南400岁生日。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